要安怎会使做一个编辑？我甲你讲安怎呢？好来，等甲遐老的拢退休就是。欢迎收看《台语真认真》。大家好，我是边。大家好，我华视在地新闻的主播林兆丁。唔知影大家吼，敢有经过台湾综艺综艺黄金年代？迄个阵华视吼，会当讲是综艺王国。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什么态度？咱就看咱足无的哦。无啦。拜托的，咱华视经过这几年的改变，嘛得到真侪人的肯定。是啦。嘿啊，无你哪有通坐伫咧遮？是啦，对啦。那有再条甲你请？毋是，其实有自咱开始重视台语了吼，咱其实有足侪节目啊。啊，无就是戏剧啊，拢互外面的人观众拢感觉，做了袂歹啊。嘿，像咱台语真认真，对，是不是？所以咱今仔日要特别邀请一个贵宾中的贵宾，是重量级的贵宾，来到咱节目的现场。我个人足欣赏伊的，为啥物？因为伊真正是一个快乐的天才。天才，天使。会迄种吗？快乐的天使。会迄种。意思就是讲，有伊的所在，就足侪笑声，啊，足侪欢乐的。我等下就要看伊安怎互我有笑声。有啦，你会笑甲叽叽叫，嘎嘎叫。好，来介绍一个。这个就是咱华视的资深的编审。老福营业，大家好。啊，伊即摆就有我呢，拄则无我吗？无啊。啊，我鱼镜头无动呢。无要紧啊，大家好，我是老福营，你会使叫我华视林志玲啦。林志玲，咱华视的林志玲对啦，你看，一出场就。互恁看我老力滚滚。是啦，听讲你主要负责是华视的综艺对，我主要负责华视的天才冲。啊，搁啥？搁有黄金年代，黄金年代，对。黄金年代。对。我有当时啊看迄伫遐咧变三百我看无啊，所以我做好即个节目的收视率安怎？即个节目的收视率就是愈来愈悬，伊即摆一定悬到伊破1啦。破1，伊即摆有当时破1，像迄顶礼拜红英王迄集就是破1.23的款哦。对啊，你看伊安尼收视率其实看起来足悬，制作费其实无足悬。安尼比起来，其实伊的迄个收视率是袂歹的。低成本啊，高收益的。对。是啊，伊节目拢咧播啥？伊这主要就是伊头前就是有人来唱歌，遐个台语歌手来唱歌嘛，后壁就是演唱剧。然后就是笑开剧，迄就是较好笑的笑开剧，就是拢后白演。甲迄三日啦，面试的感觉拢后白演啦。本土剧啦，本土剧迄拢后白演啦。阮差不多迄个意思，阮迄就是结合时事。等下，咱讲咱的嘛，唔通去讲着别人。如果我甲你讲，你是拢无看迄个节目对无？你是无看？我足少咧。你毋是我的 TA。对，我的 TA 就是恁爸爸妈妈，恁阿公阿妈。你厝阿公阿妈来厝去隔壁，对无？资深的长辈啦。对。但我敢看过一集。你毋是25岁尔吗？我哪会看？你讲会真嘴。啊！我连讲过来上节目啊！我甲你讲啦，咱拄则咱副营讲的啦，伊讲即个黄金年代咧看，咱有要用头壳的，一看就会知。足轻松，但是吼，足好笑。我甲咱看过一集，真正是真好笑。但是我搁较爱看的是。天才冲！为虾米？只要用头壳的啦，天才冲！对，天才冲！即摆是算咱华视一个较长的节目，一定演13年啊。咱的招牌，咱招牌，伊的收视率一定嘛是拢足好，一直拢真悬，真侪人爱看，足侪人爱看。钓过足侪届金钟奖。对2摆，一摆主持人，一摆节目的。13年来钓过2摆，伫你后壁你咧操。无啦，头前毋是我嘛，阮头前就是你看我为虾米会伫咧华视会在做编审，其实编审对大家来讲，伊是一个足困难的，你要捌做一代志。爱有耐心。对，所以我嘛是要甲咱因为你爱请教者，到底编审是咧做啥物工作？主要编审就是咧甲人迄落协调代志。对，就是顶悬叫你做啥，你就做啥；下骹咧甲你骂啥，你就做啥。伊就是一个。
伊就是伫咧中央，拿夹心饼干呢，对，啊就歹做人，就歹做人啊。所以另外一个角度嘛，要真够做人。你爱做啊，我袂骗人。乌龙西道啦，你爱做我袂骗人。啊，我就是因为你嘛是爱去对主持人，啊你嘛是爱对卡本嘛。哦，啊你靠尾遐侪主持人有无？啊你家己若落去主持？我是无爱啦。我讲迄主持人毋是人咧做的，毋是人咧做的，伊迄足巧的人较我多做。你爱捌足侪代志，你爱上迄个啥？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。我敢会，你敢会当？我想看觅。哎，这个太想。你爱先甲台语练落去。你爱先甲阮阿丁姐啊，迄个练习一下，学习。别啦，咱小贵 OK 算袂歹，算做好。安尼我问你，你看过上巧的主持人像？我咧讲错，我第时代。无啊，上巧的嘛，第二巧。对啦，但其实你讲真正是拢足够的，应该是我感觉宪哥是一个袂歹的主持人。吴宗宪，你讲是上欣赏伊的。我是感觉伊是真正足巧啦，伊捌足侪代志，伊迄应对吼，人讲啥伊就会使应啥，伊连讲足新的节目，伊嘛是拢会使知影。哦。伊规个迄戏剧伊无看了，伊嘛知影一点点啊，伊就是我都甲你讲。伊就是看的物件足侪，满帮的才华。其实黄子佼，黄子佼是。是我记你讲华语，你讲华语。我想要讲黄子佼。我嘛记你讲。伊足认真，所以伊物件足侪，啊，毋过伊就是无做迄个宪哥遮尔好笑啦。哦。因为伊的物件就是拢是足认真。无好笑。你把我加掉啦。不是无好笑，伊物件是足正经，伊就是因为伊拢是主持典礼较济嘛，迄物件就是拢爱顺迄流程啊，规个卡本拢爱写甲足好，然后念甲足交文的安尼，对啊。啊，你若一般人，你一般的主持人无遐认真啦，无遐认真，伊拢无遐认真。我听讲啊，有一个主持人，你是想要讲害？有一个主持人吼，你摕迄剧本吼，予伊的时阵，伊可能上台连迄个来宾的名，伊就嘛念着。嘿，我生气。有时我讲你做一个主持人，你若摕钱吼，你物件做交文，咱其实物件摕互你，你莫看一个嘛。哇，有这种的主持人有啊，伊就是伊咧甲你对卡本的时候，伊甲你讲 OK 无问题，拢会使，可以啦，去我白念一大堆。你就讲啊，迄个华视的主播林玉珍，无林文珍，我白念，系啊，伊就是看，可能暗时念才看无遐清楚啦，系啊，应付，对啊，我就感觉。这个主持人是上咱节目。歹势讲。我搁要伫这个所在生活。搁要徛起的对吧？对。这就高追吼，就注意吼，你是毋是？另外咱的节目尾头到尾，闹热滚滚，滚滚滚吼。哦。毋是，伊本地找我来，我想讲要叫我来唱歌。唱歌，你唱。对啊，我本地想好要唱一条爱毋着人呢。爱毋着人。对啊，因为感情落了伤重。我要唱对调，我想讲你要找我来合唱呢。你若找我这正经的，我就无爱啊。好啦，好唱一个咯。不。认真唱。袂使，你爱人工，因为我即摆无背歌词啊，无啦，大家记咧收看黄金年代甲天台冲，这名拢较歹念啊。还好啦。对，无因为其实我平常时无足正经咧讲台语。哦。我讲台语拢讲歹听话。啊，阮阿嬷住喺凤山。啊，我主要台语拢甲阮阿嬷学的，因为阮阿嬷拢去菜市仔甲人学歹听话，转来我。歹听话。转来教互我听。阮阿嬷拢讲，你有要甲讲，你有要甲讲。所以你台语拢是成为较歹听的话了。对，我拢一直教迄有诶无诶，阮老母就足生气诶，讲啥甲你教？我讲你老母。所以你即摆若其实人也足生气甲你遮着，你会甲伊讲一句啥？你莫安尼啦，台有话好好讲嘛。我感觉毋是你出社会以后，你才知影有话好好讲。你若讲相讲，你讲来讲去，你后壁嘛是安尼心情歹尔。是啦，你有话好好讲，就是我咧敲艺人的迄个通告。啊，伊若甲我知影阿姊阿爸，我嘛是甲讲好啦，是啦，好，你讲的拢好啦，你会来就好，你无惊你毋来尔。所以做变心就是安尼啦。对啊，就是足可怜。对啊，笑头笑面啦。毋是啦，真情讲好话，零二，交30斤。毋是你人吼，真正是较好笑性诶，你较好做代志。是啦。无这安尼，大家做歹斗阵诶安尼。对啦，嘿。啊，你讲为虾米要安怎会使做一个变心？我甲你讲安怎呢？等甲遐老诶拢退休就是。你
任何一个职业拢是安尼啊。对啦，因为其实来讲，编审其实拢爱培养差不多1、20年。你讲我9年了，我是安怎做编审？因为人拢走了，无人啊，无法度一定要新我啊，啊，无规间办公室拢无人啊。哎呀，无钱去请外口的。啊，那是毋是一个这种小小的起来啦？啊，咱毋是咧讲总结。是啊，就不要加。好来，嘿啦。我真好奇台湾即摆的综艺节目的生态啊，你感觉花溪跟其他台比起来，赢的所在是对，输的所在是伫。我是输足多的咧。你叫我讲合拍，这无去脚本顶面。好的甲歹的，咱拢讲。不是我讲一个真正较歹听是花溪的制作费用较少。哦。啊，你若想咧是迄个16个夏天，你看迄制作费，甲咱《俗女有声记》，《俗女有声记》是迄个导演真正是家己北区做有力的，伊拢家己找人，你看迄一半以上的人拢是家己找的。哦。对啊，啊你若是真正阮的迄个钱，我哪有请会起遐个人啊？友情赞助。对啊，这嘛是咱花溪厉害的所在呢。是真正是找到即个导演，是即个导演真正用真低制作费，啊，做出真好的节目。咱咧是真正算作厉害，花溪真正做厉害，对啊。因为阮的小鹿用心，阮的小鹿用心记是真正拍了袂歹啦。即个导演等于伊就第一摆做导演嘛，所以想要家己做好。哦，做了真好啦。最后，咱希望小鹿用心记今年金钟奖会当摕到奖。对啦，我感觉应该是会使对啦，希望是大奖啦。好啦，咱到这，咱今天到这。咱到这，啊，咱毋是阁有2个迄个台湾好滋味甲上巴台湾讲嘛爱得奖啦，我的工课是讲拢爱得奖啦吼。希望迄评审吼，评审台语是安怎讲？评审吼会使互阮的新的这个节目拢会使得奖。好啦，拢有花絮啦吼。好，这时间继续看。台语真认真，拜拜。你讲你想要来阮真认真唱歌？对，我本来是想讲叫我来唱歌。安尼，等下咱爱一个制品。什么制品？咱先讲出一个门槛。嘿。啊，咱这部你录目前这部的影片吼，看的人50嘛。啊，50伤低啊！啊，你万免来啊！不是只有50我就来吗？无啦。不是哦。我听说你讲50万。哦，不是啦，我是讲50人。50人。你搞完这个节目看都无哦。无我跟你讲啊。我是做想要笑。做想要笑哦。我欢迎观众点歌。我讲8千人。8千人哦。8千有8千人。 8千就买。阮过来基隆破万人。一个安尼，我到明年8月嘛。伤久啊！一定有久这个网站较低的无啦。到后一集的节目播出之前，若破8千人次，咱的老凤营编审来唱歌，就要来甲咱唱歌哦。啊，唔知好听啊，歹听哦。一定好听，唔懂人。OK。